见，拜拜。你天天都来这里吗？我下次还来看你啊。你是不是天天来这里啊？哦，天天来啊。那我有机会再过来哈啊！我在对面上班的。我们在那个白田啊。哦，就是没下雨才来喽。白田在白田上班。不是，我在城区政府那边，哦，在政府上班，不是保安亭，政府。好，走了啊。这个奥数可以啊，专业的放风筝告诉。你我之間有誰？那个阿叔的风筝吹下来了。